作育英才70載，浸大始終以全人教育為本，學術為先。我哋堅持培育既有社會承擔，亦具創新思維嘅未來領袖。我誠邀各位支持大學發展，攜手邁向更輝煌嘅未來。請即瀏覽呢個網頁，以行動響應。從全人教育到社會英才，浸大70年從未停步。立即上呢個網址，支持校園發展，同我哋一齊邁向下一個輝煌章節。適逢浸大70週年校慶，母校秉持初心，致力培育社會未來嘅領袖。我誠邀大家慷慨支持大學發展，立即上呢個嘅網頁，了解更多。浸大持續培育未來人才，為社會作出貢獻。藉着浸大70週年校慶，我哋誠邀你慷慨捐款，共同見證浸大開啟新篇章。請即瀏覽網頁，支持大學校園發展。我是傳理學學士課程主修公關及廣告3年級的譚寧，感恩可以成為浸大的一份子。你們的捐款可以幫助我們提升校園設施與教學環境。立即點擊這個網頁，支持大學校園發展。HKBU strive to expand global reach and international networks with the aim of advancing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Your support helps sustain our ongoing pursuit of academic and 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 Visit this website today to learn more and contribute. 70年來，浸大致力提供全人教育，培育社會棟樑。直至校慶之際，我誠邀各界支持校園發展，共同見證更多卓越成就。立刻上呢個網頁，支持大學校園發展。浸大70週年既係傳承，亦都係突破。大學會繼續堅守教育使命，為學生提供最優質嘅學習體驗，培育未來領袖。我誠邀各位支持大學發展，一同見證浸大邁向新里程。請即瀏覽呢個網站，以行動支持。